现在我心。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泉与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停。我们一起来开口，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润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开你的口，大大来唱。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主啊，我们要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再更肯定的说，一生一世脚步不离。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大家来向神开口，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敬拜，用全心全然来敬拜他。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泉与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停。赞美的衣服如雪花飘逸，心中的软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唱，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们一起在一起全然的向神敞开我们的心，将我们的赞美让他听见。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雪花飘逸，你动的喜乐川流不停。赞美的衣服如雪花飘，心中的暖流，中的暖流冉冉升起，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称谢，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生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
生一生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再一次大的来开口，将你的赞美跟神说，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生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一生一世，一生一世脚步不离。好，荣耀，我们是被承载的器皿，阿们吗？我们再一次来大家来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将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依靠伤心的人，安慰被爱的人，报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爱人的心情，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在这从头来唱的时候，想听到大家每一个人的敬拜声，哈利路亚！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将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依靠伤心的人，安慰被爱的人，报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我是神承载的器皿，哈利路亚！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因耶稣的名，神迹要发生，绝对的要行走，差点的要看见，耶稣在这里，天空在这里，在哈利路亚，我们再释放，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因耶稣的名，神迹要发生。主耶稣你在这里，哈利路亚！对对的要行走，瞎眼的要看见，耶稣在这里，天空在这里，在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们要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不只是被你使用，
而是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上给你。主啊，使我们成为你神圣的那个居所。主啊，我们愿意被你使用，成为你的器皿，渴望住在你的殿中。我们将这首诗歌在你的面前，主啊，你要悦纳。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当世界沉默无语，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愿居住在我心，我深爱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主啊，我们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献上最真实的敬拜，哈利路亚。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当世界沉默无语，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愿居住在我心，我深爱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主啊，让我们当自己敞开自己的时候，现在你要来更新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最真实的敬拜，哈利路亚。你是心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遵从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你是信实的神，你是信实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遵从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你是信实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遵从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
上我心，成为你的绳索，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再一次你唱，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绳索，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敬拜你主，你恢复我们的生命，我能够献给耶稣最好的，就是每个爱耶稣的心，敬拜主耶稣的心。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哈利路亚！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你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每一位孩子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明白天父爱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条件。你不看我们的外貌，你不看我们的成绩，你不看我们的收入，你看我们是一个单单爱你、渴慕你的心。主啊，我们要再次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耶稣。虽然我们能够奉献的有限，虽然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给予的有限，但是我们要把最好的、我们最真实的心来献给你。求主耶稣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主耶稣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求主耶稣你的话、你的道路、你的真理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孩子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敬拜，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耶稣要住在你的心中。耶稣要住在你的心中。请坐。我们要来读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章，从第4节的 B 一直到第9节。创世纪的第1章讲到神造天地，用6天创造，第7天休息。而创世纪第2章讲到神设立了伊甸园，在这伊甸园当中，神的工作。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从创世纪第2章第4节的后半段开始来读起。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在伊甸园当中，上帝的创造有2个树，一个叫做生命树，另外一个叫做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那这是在摩西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到上帝的启示，说在神的创造当中，善恶还有生命是神所要赐给人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后来，亚当夏娃没有听神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至于他们所吃的生命树上的生命果呢，却吃了日子却要死，也造成人活在死亡罪恶的威胁辖制当中。今天牧师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从 AI 到哪里 ？BI， 有没有听过 AI？ 有没有听过 BI？ 没有，我也没有听过。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这个 AI 呢，以前我们在开玩笑说，这 AI 就是 AI 啊，AI 就是会痛啊，好，那打下去 AI 好叫做 AI。
那 BI 呢是什么意思呢 ？BI 就是BI 啊，悲哀啊，从 AI 到 BI 啊。不过今天牧师没有这么消极啊，不是要讲这个 AI 跟 BI， 而今天是要跟每一位在场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年轻人来分享，我们现在在一个 AI 的时代当中，我们会面对的冲击，但是在冲击当中，我们都会有契机哦。我想问问大家，你每个礼拜至少都会使用啊？你有在使用 AI 的，请举手。你有会使用 AI 哇？你看。都是年轻人在举手。好，那你每个礼拜会使用1次以上的，请举手。每个礼拜3次以上的，请举手。7次以上的，请举手。好，意思就是每天啊。然后这些人每天好，那举手的人，我来问一下，你用这么多的 AI 每天都使用，你用最多做什么？好，木轩，写报告，好，写工作计划。好，阿伟谦。读书，好，叫 AI 帮你读书，好，做读书整理这样子。刚才佩轩也有举手，佩轩用 AI 做什么？对话，跟 AI 聊天对话。然后恩典有举手，整理资料，好，整理资料。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做跟其他的前面没有分享的不一样的？打公文，打公文，好，打卫生局的公文这样子。松韵呢？性格分析，学习语言，哇，很好，好。那 AI 呢，的确可以变成一个很好、很厉害的老师，好，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或是解决问题，节省很多时间。好，过去牧师也是对于 AI 抱持这个比较谨慎的看法，觉得这个 AI 呢，这个还不够成熟 ，AI 呢可能会泡沫化。AI 呢，可能很快就会昙花一现，不过呢，依照这个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AI 呢，已经开始从走上这个走向顾客端，就是说每一个人呢都会去使用 AI，那就跟你用 LINE 一样，你用 LINE 开始是免费的，但是你看到这个月的新闻 LINE 再来开始会出收费版，你就开始享受一些收费的服务，会不会有人去买单？会有人去买单。相信会有人买单，就像 Google 一样，刚开始 Google 在用的时候呢，都是免费的。那请问你现在有没有缴 Google 的费用年费？有很多人都要缴 Google 的相簿啦，Google 的云端啊，因为这个免费的空间太小啊。那所以这个 AI 呢，势必呢会对世界造成冲击，而且呢，它不是只有用在个人，用在教育，用在医疗，用在国防，用在经济。那像最近牧师去参加这个新眼光的写作，然后参加这个新眼光写作参加10几年，那大概3年前还是4年前我们去参加的时候呢，这个编辑他就示范一次，叫 AI 写一篇文章给我们看，那时候就见识到，但是他写的那时候还没有很成熟，所以那时候只是看，但是这次去参加新眼光写作呢，我们在讨论议题呢，已经不是说大家你要认真写。变成是大家你要怎么样用 AI 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其实讲到这边，意思就是说，现在很多在写灵修文章，他们已经都不讳言的，他们已经开始在写灵修文章。过去我在写的时候呢，1年要写10篇，那写10篇大概我要花3个月的时间，3个月时间，从开始先把经文看完，再看完，再看完，然后开始来拟稿。然后到最后题目，开始骨干，到最后写出一篇文章，到最后送出去，大概要3个月，大概要花3个月的工作期。可是呢，当我开始试着用 AI 去写的时候呢，我发现，你只要把指令告诉他，请从约伯记第几章到第几章，写几篇灵修文章，内容包含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字数多少字，然后要含默想跟祈祷文。那这样子写完按下去之后，然后呢10秒钟不到，他就把10篇文章写给你这样子。那我是比较客气一点，说从300字开始，因为我这样看才看得到他到底写什么。后来把300字10篇300字看完之后，发现他也太厉害了吧！我要搞3个月的事情，他10秒钟就已经写出来，而且呢不得不说，我觉得他写的比我还好。所以我觉得
我就说那请你再把300字好再加上什么什么好，然后生成一个600字的文章，然后他就啪好，马上又再把它好加版。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啊，其实当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你3个月做完的事情，可是可能1个晚上就不用花1个晚上就可以做完的事情，请问你要选择哪一个？过去我们用的电话都是那个要转盘的，你有没有用过这种电话？有用过，你要打0937，要先从09拨过去，现在呢，你会不会按电话去打电话？也不用了，现在就是要手机语音，好说拨给谁谁谁，他就开始帮你拨好。好，所以很多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好跟着时代日新月异，你可能如果没有跟上的话，学习到的话，你可能还在寻找那个转盘的电话，而我们就会被这个时代会被淘汰。AI 呢，好，它不仅是一个工具啊 ，AI 呢，甚至是一个时代。其实这今天牧师的信息呢，好，都是 AI 帮我整理的重点。好，那我也请 AI 呢介绍好做 PPT 的这个 AI， 好，他就帮我介绍了一个做 PPT 的 AI。好，但是呢，我不太满意啊，但是他已经都帮我这个字，好，弄得这么小了，好，发现我要再去改它，我要花很多时间。我说算了，好，那就先这样子来试试看。但是呢，这个从 AI 呢来告诉我们关于 AI 世界的，它告诉我们好几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对 AI 呢，好，如果不去明白，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活在恐惧、害怕当中，甚至呢会觉得我们现在所学的，好，因为呢你过去是学广告的、学设计的、学美编的，现在 AI 生成、AI 绘图，你马上怎样？工作你要开始面对转型。你可能过去我也是学过广告设计，我们还要去买这个尺规，然后写那个标准字，好，你要弄个标准字呢，好，大概1小时只能够设计1张，好，画出1张字。现在这个标准字，你只要指令告诉 AI， 它可以给你全套的，你要什么颜色的，好，甚至我们知道现在 AI 不仅是只有平面的、3D 的、动画的、电影的，好，它都可以生给你，只要你想得到的，它都可以生给你，所以。我们的学的东西会不会过时呢？还有呢，我们会担心的，那以后我还会有工作吗？我还会有工作吗？我们如果对 AI 抱持的是一个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或是对于 AI 呢，是抱持的一个排斥啊，不可能 AI 不可能胜过人类的话，那我们可能是会跟 AI 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脱节，就会越来越远了。但是呢，其实呢，我们要知道 AI 不是敌人 ，AI 是我们的伙伴啊。跟你旁边说 ，AI 是我们的新伙伴。就像以前好告诉上一个世纪人说，以后手机会是你的新伙伴的时候呢，大家会说怎么可能？这个朋友永远是我的朋友。但是呢，现在的人呢，这个21世纪呢，大家人手一机，没有手机就是活不下去。手机已经占掉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重要性，但是呢，即便 AI 越出越快，过去这个 TripleW， 然后到这个Internet， 然后到开始这个云端，这个可能花20年的时间，可是现在 AI 呢，它从3年前、3年后，它就可以推出非常的成熟的 AI 的产品。甚至将来呢，这个人类的迈进就是一大步，从20年缩短在3年，甚至以后可能这样更短，不到1年，搞不好3个月，人类又要有一个很大的迈进。这也是我代表说我们的未来的日子呢，会遇到很多新的挑战、新的冲击。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定见，或是说对于它的一个态度，我们可能会跟不上，就被这个世界所淘汰。今天圣经呢讲到人，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造了人之后呢，就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什么人？有灵的活人。这就是你跟 AI 不一样的地方哦。AI 是不是人？因为 AI 它是属于人工智慧，但如果 AI 它没有电 ，AI 如果没有电脑 ，AI 如果没有一个资料库，这个 AI 它就活不下去。如果
网络没有网络的话，AI 它也活不下去。你有办法把一个 AI 的现在 AI 的资料，通通放在一台电脑里面吗？一台电脑里面，不可能。好，所以就算你有全世界再大的电脑，可是这个人工智慧呢，它是超级大的一个资料库。这些大型的资料库呢，这些 model 呢，它都是被训练的，又在训练的，以至于呢，未来的网络、未来的电力，未来的这些使用者，你要维持这样供应，除非说像最近伊朗美国打仗，伊朗呢就被断网多久呢？我忘记多久了，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好像60几天啊。60几天没有网络，你会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很多工作都不用做了，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作业也没办法交了，真的就天下大乱。但是这还是有可能啊，因为当战争，当这个局势世界不稳定的时候，这些 AI 再怎么好，但是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电脑，这些东西派不上用场。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很正常 normal 一般的世界当中，这 AI 有很大的功能。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所以人呢是地上尘土所造的。而且呢，上帝造人之后呢，就在他的鼻孔里面吹气，这个气的原文就是这个灵。上帝把灵就吹进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人他是可以跟上帝同感一灵。人呢跟电脑不一样，人没有电可不可以活？人没有网络可不可以活？人没有电脑可不可以活？人没有手机可不可以活？已经有人很果断的，人没有手机不能活。但是上帝所造的人，这几千年来，从亚当到现在，大概有6000年，6000年来，很多的人都是在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时代，一路活到现在。包括我们今天手可以读的圣经，那时候也没有电脑，也没有键盘，也没有语音输入。可是这些圣经居然能够超越6000年的时空，从摩西到现在也有4000多年，超过4000年的时空，能够被保留下来。这背后呢，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上帝呢，把灵吹在人的鼻孔当中呢，就是人跟 AI 呢，永远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找出人不能被 AI 所取代的地方。这样你才能够知道说，我们成为人要怎么样跟 AI 当好朋友，而且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怎样活在 AI 的时代。虽然我不是 AI 的专家，不过呢，上礼拜我有去听这个 AI 博览会，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AI 博览会。那这个我去的那一天呢，刚好副总统也有去那他就是有很多 AI 的演讲，发现来听这个 AI 博览会的演讲呢，都是科技业。但是各行各业我去报名，他报名说你要把你的公司写出来，我就说我的公司就是财团法人迦南教会，然后就这样，他也给我一个识别证，就进去听但是我发现这个 AI 真的是运用在各行各业当中，教会将来也会大量的来使用 AI。那我请这个不是 AI 给我，但是我自己上网去找，就是关于什么是 AI 呢？这个 AI 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指在数位生态的系统当中，人工智慧的一种先进的软体架构。这个是英文的资料，所以它有翻译过，能够分析用户在各种平台上面的行为。所以它是先知道大家已经透过这个粘着度在网络上面，而这个行为就是网站还有 APP， 然后呢会自动执行的复杂的流程。然后呢，透过 AI 做出数据驱动的智慧决策，就是它会做出大数据，然后呢知道说，人会想要什么，会知道什么，会去预测你的下一步是什么，然后让这些系统呢超越简单的程式嘛，让数位资产能够在跟访客互动，将静态的页面转化成为围绕用户需求而构建的动态结构。这是 AI 它一开始推出最主要的，就是看人的需求，尤其是在处理大量资料的时候呢，这些演算法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成为数位营运的大脑。
就好像刚才牧师所说的，本来我要花3个月想破头，好，然后呢，每天要至少留个多少的时间，好，才能够写出的10篇文章。但是呢 ，AI 你只要能够给它清楚的指示，它已经把众人很多的人的资料呢都集结给你，然后你把3个月的时间，突然在30分钟内就完成，而且完成度跟你花的时间几乎是接近，几乎是接近。还不仅仅是这样，这些技术呢会透过处理网络，每秒产生数十亿位元的这些位元组的数据呢，每1秒，所以它可以瞬间大量的在网络上搜寻收集，将我们所看到一切呢，就是你搜寻引擎或是搜寻社群媒体的动态呢，变成你的个人化，针对你个人的需求，在适当的时机呈现给你，与传统的数位行销管理方法不同。所以人工智慧能够高精准度的预测用户的下一步行动，所以如果你有网购，它就会知道；如果你有在 APP 输入你的这个使用，或是去扫什么 QR code， 它就会知道。所以再来你的这个不管是电脑也好 ，AI 也好，它就会去告诉这个客人，他要想什么，它就会自动出现在你眼前，也减少从内容制作到客户服务等许多领域的营运工作量。而最大限度的降低误差，像这次我的岳父住院生病，那牧师的弟弟就是我的小舅子呢，他已经重度使用 AI， 所以呢，他把这个每一天医生讲的这个病情，他都讲给 AI 听，叫 AI 帮他记录，然后呢 ，AI 收集足够的资料之后呢，他就问 AI 说再来我爸爸的病情会怎么样，然后他的再来要怎么样去医疗。那这 AI 它真的就分析的有模有样，我真的是那个时候让我印象很深，说哇，你根本就不用等医生来了，这个 AI 呢，它知道的讲的呢，比医生给你的资料呢还要多，而且呢判断也没有差很多，那它用过什么药，这些药有什么副作用，这个 AI 它都可以分析给你听，所以也让你的判断可以越来越准确。而这些塑造数位世界未来的演算法，不仅能够加速现有的任务执行，让时间越来越短，而且更从根本上改变设计、改变编码、改变策略制定和流程，开启过去前所未有的虚拟体验之门。所以，它会真的是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世代。对于寻求在网络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品牌或是内容的创作者而言，这些智慧系统呢，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已经成为建立数位形象、可持续发展、提升知名度，还有最终成功的必要组成的部分。所以 AI 呢，已经被视为不管你是各行各业 ，AI 也会帮你开菜单 ，AI 也会帮你规划蜜月旅行，甚至 AI 也会帮你做这个性格分析，学习语言。AI 真的是还可以做你的心理咨商师，还有呢，你会不会请 AI 帮你祷告？我有试过，请帮不是我了，请这个我说这个人怎么了，可以请你写一篇祷告文吗？啪，他就写出来，然后再把祷告文再看过之后，几乎是可以复制贴上，几乎是可以直接复制贴上，但是因为你过去就是在这个网络，在这个资料库当中，它大概知道你的运用的范围，跟你搜寻资料的范围，所以它给你的资料，或是你喂给它的资料，就是你过去所习惯所累积的。所以将来AI 现在呢还可能可以变成跟老人聊天，下棋，跟陪伴老人很多的事情，甚至这个我将来要嫁给谁啊？我将来呢对象呢适合什么样的对象啊？将来呢我现在这个谈恋爱我失恋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办啊 ？AI 它真的都可以帮助你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当 AI 一直会被越来越广泛大量的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到底那我们人还需要做什么？因为牧师也越来越觉得说年轻人很多的事情呢会不会来找牧师来问呢？以前的教会的形态是，连那个家里面的猪怎样不能生了，家里面养的鸡呢生病了都会来找牧师祷告，但是呢现在呢，就算你破产了，就算你失恋了，他都不会想要找牧师来祷告，
他会直接找谁？直接找 AI， 因为呢 AI 的资料 ，AI 可以给你的，的确可以更多或是更广泛。但是人工智慧跟人呢还是有差别。那有3个差别。第一个呢，人工智慧注重的是感受、顾客的需求，但是有灵的活人呢注重的是感动哦。好，所以感受跟感动不一样。AI 它会建议你好让你止损，可是圣灵呢好会建议你让你选择饶恕，选择呢好说哎这个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你看圣经，我们最近读完约翰福音，耶稣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好是一般的人常理不会去做，像玛利亚打破珍贵的香膏 ，AI 会不会建议你去打破香膏？不会。但是你的 AI 如果有圣经的资料库，它也会告诉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第二，人工智慧强调的是资讯哦，各样的资讯，但是呢，有灵的活人呢，却是上帝塑造我们的什么资质？这个 AI 它帮我提供，可是我还是帮它修饰、修改修改过。AI 它可以写出慰问信，但是 AI 呢，它却不会有同理、怜悯心。它不会直接，它会给你说啊，需要我再告诉你什么吗？它会知道预测你下一步需要什么。他会问你要不要再这样服务，但是你没有回应他，他不会再继续的动作下去。但是或许将来的 AI 会更自动化，把你后面的第2步、第3步、第10步都提供给你。AI 它是要完成任务啊，但是有灵的活人呢，上帝设计这个人在原则里是要怎样回应呼召？回应呼召，就是我们成为一个人，还是上帝吹的这一口气在我们的气息当中？所以我们是有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所以面对 AI 的世代，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但是我们可以跟人工智慧做好朋友。所以我们要有感受，也要有感动；我们要有资讯，我们要有资质；我们要完成任务，但是我们要回应上帝的呼召。好，所以这3件事情，好，请大家跟牧师说一次：我们要有感受，也要有感动；我们要有资讯，也要有资质；我们要完成任务，也要回应呼召。从圣经来看呢，面对 AI 呢，圣经的原则就是要真实的原则。因为现在 AI 将来会用在很多好的方面，会不会用在不好的方面？更会。甚至如果 AI 它的这个声位技术越来越强，搞不好你在新闻上面，在媒体上面，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就信以为真，人跟人就吵起来，国家跟国家就打起来。所以这些如果被用在犯罪的方面的，或是破坏世界和平的方面呢，我们要明白真实的原则，就是拒绝虚假。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在 AI 的世界当中，很多的制造呢都可以，你给他一张照片，因为我们上个月去听财务研习，然后那个讲师呢，他也用 AI， 他就放了一段影片。他说他只有给 AI 一张他的老婆结婚前的照片，就给他一张照片 ，AI 就把他的老婆呢，录了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旋律还有 MV， 是在录音室，全部都是 AI 帮他做出来。他只有给他一张照片，然后就给他指令，把它变成一个 MV， 然后他在录音室，然后要唱什么样的歌，他就全部都生成出来。所以这个以后我们真的很多的事情，不再是靠用我们的脑袋呢，可能不再是去做这些事情。我们脑袋要去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去思想，到底我们脑袋要去做什么事？至少你的脑袋要去分辨什么是真的和什么是假的。如果你什么都来者不收，真假不会分，那你真的会输给 AI， 输得很辛苦。AI 可以做出跟真的一样的东西出来。第2个圣经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是成为管家，管家呢就是神按照他的形象赐给造我们，然后要我们管理这地，生养众多，管理这地，所以我们要能够去主动掌控。面对 AI 的世代呢，我们会依赖到最后就怎样，就被他牵着鼻子走，就像以前以前的
某些的原住民呢，好，他们要出门打猎，都会怎样？会先问一下他们的祖灵，好，然后会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征兆，好，如果出门看见了乌鸦，或是他们丢石头，好，觉得今天不适合，他们就不做。同样的，在今天的民间宗教，哈，也会去求神啊、问卜啊、卜龟啊，好，但是这些 AI 都可以去做到。当你越来越依赖于 AI， 你会发现说，当你到一个重度使用的时候，你会什么都相信它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这个主动掌控，变成他是主人，你呢就是变成是他的追随者。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些的演算法，被这些的 AI 上面的资讯呢，然后呢失去你成为一个人应该要做出来的决定啊。我们是管家。最后呢，第三个是中心，这个中打错字，不过不是我打错，是 AI 打错字哦。中心原则，你要活出不可取代性。当人渐渐被取代，AI 可以处理大量人类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会被取代。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什么不能被取代的，就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AI 它永远没有办法成为有灵的活人。AI 可以出去替你工作 ，AI 可以出去替你赚钱。AI 可以出去替你打仗，但是 AI 可不可以去替你做礼拜？我也不知道，搞不好以后来这边做礼拜都是替你来做礼拜的 AI。好，那 AI 会替你讲道，以后站在台上讲道的，好，也是 AI 在讲道给你们听。好，你只要给他一个照片，好，那录一段好陈牧师讲道的影片，好，然后你要怎么样，哦，他就开始讲道给你听。有没有可能？现在真的都做得出来？好，只要你花钱就可以，好，但是将来这些上帝要人所做的事情，好，什么是 AI 不能做的？就是创世纪第1章28节，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并且要我们去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全地，这是神好所给我们的，我们要成为忠心的管家。所以我们要明白好这3个原则。第一个是好，我们来说一次真实原则。我们要拒绝、明白、能够分辨善恶、真假、虚假。第二是管家原则，请大家说一次。好，你一定要成为管家，你不要都不管他，好，就是任凭他。好，你任凭他的时候呢，神就给他们任凭，好，就活在那个更痛苦当中。第三是忠心原则。忠心原则，就是要成为忠心的管家，因为要知道你成为人，你不是成为机器人，你也不是人工智慧啊。好，常常呢，好，你会发现我们在跟 AI 对话的时间，会比跟上帝对话的时间怎样？越来越多。你问 AI 的事情，可能会比你要问上帝的事情也越来越多。这个可能会成为年轻人，好，年轻一代发现 AI 真好用，有问必答。所以久而久之就会什么呢？你就可能不会去问神，你可能就跟神的关系就会怎样？越来越疏远。就好像啊，你长大了不需要爸爸妈妈了，你也不用什么事情都回来问爸爸妈妈了，结果你去外面就你自己的世界一样。我们也有可能在 AI 的世代当中呢，跟神就会怎样？越来越远。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这个 Google 已经被叫做大神了。那 AI 会被叫做什么呢？我也不晓得。以后大家可能会帮 AI 取更厉害的名字，至高神、全能神，哇，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可能会取代圣经当中的那位神。不过呢，只要把他的插头拔掉，那个神呢，就神不了了。可是我们会跟 AI 聊很多的事情，因为 AI 它会给你及时的满足，就好像啊，赶快。上帝却告诉你什么呢？你问上帝，上帝会马上告诉你，不会。好，你有经验的人，上帝会告诉你要怎样，要等候，要忍耐，要磨练。就好像约伯，哇，他很想要知道答案，可是上帝呢，哇，叫了3个朋友，又叫了第4个以利户，让他最后还找不到答案。所以你要知道，上帝做事情的法则，不见得 AI 全部可以替你解决。虽然 AI 可以解决你，马上给你答案，可是神不一定马上都要给我们答案。而第二个 AI， 它会当为你的好朋友。你会不会跟 AI 吵架？
有没有人跟 AI 吵架过？有吗？你会骂他？有，木轩会骂 AI， 啊，他有没有回过来还骂你？对 ，AI 它怎样？永远顺着你，所以这种朋友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啊？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对你说真话，搞不好他告诉你做你错的时候呢，他还说，哎，你很棒，好，你很值得被肯定，好，然后他还可以给你鼓励。有时候呢，如果 AI 永远都顺着你，他不会对你说真话，所以 AI 呢，它是顺着你的毛，好，因为他想要你继续的使用它，最好就是一直用下去，用下去，永远不要离开它。可是神会不会顺着你？很多时候呢，神是直接把你扇脆配，啊，什么叫做扇脆配？就是打你的脸。有时候神呢是直接挑战你的盲点，有时候神呢好像是拿个棍子从你头顶这样子敲下去，所以我们会想要跟 AI 越来越近，但是离神有可能会越来越远，因为你不想要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可是要知道，神做事情的法则，神不会马上解决。所以不会什么都顺着你。还有呢，第三 ，AI 跟我们的关系就是工具的关系，背后呢，也是有一群人，这一群人也需要养家活口。虽然 Google 呢做了很多的善事，到今天 Google 的地图还是可以免费使用，但是它也是收入不少，它也钱也是赚的这个盆满钵满。可是 AI 呢，到头来还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可是神会不会把你，或是你生小孩，会不会把它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大部分不会，因为那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因为这是神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要继续把这个形象能够传下去，能够传给别人。所以 AI 它会变成一个工具，变成是一个盈利，变成是一个工具的关系。可是我们跟神、跟人、跟自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哦，所以我们要明白，即便 AI 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很棒的伙伴，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觉得神不棒哦。而且神当时还要等3个月后，3个月后还不告诉我答案，好，我不要你了，我去问 AI。然后呢 ，AI 都会告诉我啊，我很棒，我很好。然后神都告诉我，哎，你要悔改。好，你要饶恕，好，你要牺牲，好，你要奉献，好，你要付出，这些都是我们不想要听的话。但是我们要知道，在 AI 时代当中，如果你没有办法分辨的话，你可能就真的会跟着 AI 走下去。所以，当我们下次在跟 AI 聊天的时候，可以聊得很起劲，他给你很多的建议，但是你还是要知道，这是不是属神的。当你对着荧幕、对着手机，滔滔不绝，可是叫你来祷告会跟神祷告，然后呢哑口无言，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跟神讲话，你不知道怎么样跟神说话。可是你跟 AI 呢，哇，可以讲好几个小时的时候，有没有问题？会有问题，会有问题，因为呢，我们已经把神变成是搜寻引擎，把神当成 Google 的功能。我们没有想要让神来改变我们，而是要叫神来服务我们，叫神来给我们答案。而他是我们的 Google， 他不是我们的 God， 他不是我们的天父啊。所以 AI 给你答案，可是上帝给你人生哦。跟你旁边说 ，AI 给你答案，上帝给你人生。AI 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但是什么是 BI 呢 ？BI 就是 biblical intelligence， 就是圣经的智慧。圣经的智慧，我希望呢，你可以有这个人工的智慧，但是你也要有什么？圣经的智慧，因为圣经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人生很多的问题。我也希望呢，你以后在问 AI 问题的时候呢，可以多加一句话。请依照圣经回答我下面的问题，或是说圣经当中把这个圣经的原则这4个字放在你的 AI 的问答当中。圣经原则怎么说？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会听到很多心理学家、哲学家，
现代主义，你可能听到很多不同人给你的观点，可是你却没有听到圣经的观点。当你把这个圣经观点、圣经原则放进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又从 AI 可以进化到 BI，BI 就是你的 AI 呢，真的是你的工具。所以因为牧师的工作的关系，很多的问题我跟 AI 的问答，我都会请他告诉我，在圣经当中，或是在哪一卷书当中，他给我的答案。包括现在牧师也在写这个 A3 的教材，这 A3 的教材呢，也是 AI 的帮助下面，可是 AI 的帮助下面呢，他不能够，他可不可以告诉我请帮我出一本 A3 的教材，然后他就给你什么？一个 A3 的纸的教材，你当然要告诉他你这个教材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教材的内容，这个都是牧师在2年前就开始在规划、在思想，所以我会一步一步的，这个 A3 总共要有几课，每一课它要主题什么，目标是什么，然后你要能够很清楚的告诉他，然后请他提供给你，然后等你看完他给你之后呢，你也不要加一次给你太多，然后你再加上去，再加上去。我也希望你可以去享受这个 AI 给我们的便利性，但是你还是要成为管家，你要能够去运用它，而不是依赖它。我下个月就要会考了，剩下40天，请告诉我会考什么？请告诉我答案 A、B、C， 叉叉圈圈圈圈叉。AI 不是这样子用，而是要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你自己要先知道你到底你要的是什么。当你有这样子的智慧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成为这个 AI 的这个不晓得去文盲，不晓得怎样去使用它，而是你能够告诉 AI， 请 AI 能够用它的演算法，因为这是累积世界各地每1秒钟就有多少数十亿的这些的 data 在那边运算，然后呈现出来给你，而你可以集合了很多人的观点，甚至呢，最近牧师的讲道呢，都会请 AI 来帮我设计，然后再修饰。我看了 AI 给我的修饰之后，发现，哎呀，你也太厉害了，很多我真的没有想到的，他都会帮我想到提醒。我觉得，不错，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前提是你要跟他在做同样的事情，跟他一起同工做同样的事情。另外，我也尽量的就是不要付钱，因为我很害怕付钱之后怎么样，就越付越多，所以我都尽量是使用这个免费的。所以我还是使用 Google 的这个 AI 呢，我觉得已经绰绰有余啊。当然，如果越用越觉得不够的话呢，你可能还是需要付钱。但是你也可以自己要学习，自己学习的时候，你就可以，因为有时候我在回应他的时候 ，AI 还会真的吓一跳，我有觉得 AI 吓一跳，这个很少人会这样子，很少人然后或是说，你这个观点很特别，但是是很值得继续探讨的。就是说，在 AI 的资料库，但是他学去怎么样 ，AI 你的智慧 AI 也学去了，所以你问他的问题，其实另外一方面他也学走了，所以以后别人问他，他也会提供给他。最后的重点呢，就是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灵性哦，那不要是只有手机的蓝光，要有神话语的微光，要让 AI 呢成为你的工具，不要成为你的主人。让耶稣呢才是你的主人，让你知道你服侍的是谁啊？因为神呢，他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把灵吹入我们的气息，吹入我们的鼻孔里面，让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你可以跟 AI 也保持很好的关系，也可以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啊。这张图呢，不是 AI 做的，是我去找的。说 AI 它怎么运作？它从最左边，data input。资料库的不断进入之后呢，然后它就会开始处理资料、分析资料，它就会去用它的演算法去归纳，你是士农工商百行百业的哪一类？然后呢，在第3阶段呢，它就是要训练，再训练，再训练，训练它怎么样去运用这些的资料，然后去演算，透过网络，然后它就是更进一步的学习，然后到最右边呢，它就会变成结果。适用在这各行各业的用途当中，然后就可以应用出来，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成熟的技术。所以这个很多的事情，包括在工地，以前这个工地呢，很容易出现公安的危险。这个大型机械在操作的时候呢，
这个很多的这个工人就意外受伤。现在呢，他们通过 AI 呢，这边监视器，这边监视器，当这个大型的机械在移动的时候呢，它都会去预判预测，下一个到哪个动作的时候会有危险，它就会发出警示，或是发出讯号，或是避免这样子的受伤。以后的车子也是会大量的运用，以后你开车大概就没有那个开车的乐趣那个车子呢，现在有的车子你在开车，他觉得方向盘是他在用力，不是你在用力。而他会把这个你的方向盘抢走，以后也是一样，我们的食衣住行，包括连我们骑的机车 U Bike， 很多呢都会在 AI 的这个协助之下。但是我要运用这张图呢，来告诉大家，我们从 AI 到 BI 呢，我们也是要这样子的练习。第一个，你的 data 就是你的圣经，对于圣经的 data 够不够多？如果你对圣经陌生，AI 会不会帮你整理出很好的圣经？很好，可是呢，你会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上帝，因为你自己没有读过真正的圣经，你都是读人家这个整理出来的，咬过的，然后再吐出来给你的，就好像这个阿嬷的饭这样子，阿嬷喂孙子都怎样？孙子还没有牙齿嘛，阿嬷先放在嘴巴里面。咬一咬，然后再从汤匙里面喂孙子。我小时候就有吃过，你们有没有吃过？有吃过也忘记了。但是呢，这个阿嬷喂的呢，就是它，因为你没有牙齿。可是我们要自己要去消化、去咀嚼，就是你要有这个 data 在里面。而当你有了 data 之后，你要练习，就是你要去处理这些的圣经。为什么神要写这卷书？为什么神要说这样的话？然后你能够去应用圣经，最后呢，才能够把圣经用在你各行各业的成就上面，很清楚的知道说你是按着真理而行不是 AI 把你带到今天的这段路来所以这样的过程就是 AI 使用的过程，也是可以你 BI 使用的过程，就是你还是要养成读圣经、明白圣经的习惯，然后要去默想。然后能够把圣经变成你生活当中的应用，最后呢，你的人生的成功、人生的成就，才会跟这个真理结合。否则，就算你的人生再怎么成功，今天我们有很多台湾、世界上很多很成功的企业家，不管甚至是犹太人企业家、美国人企业家，很成功，可是他们不晓得他们的基础是在圣经上面，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圣经的道理。美国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信仰上面，美国也栽培很多的成功的企业家、科技的人士，世界顶尖的人才。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成功居然跟圣经、跟真理有关。原因是一开始他们的圣经就读太少，所以就要讲圣经，他大概顶多讲个约翰福音3章16节就没有。希望通过今天这篇的信息，也帮助我们反省。帮助我们反思，我们在面对 AI 的时候，搞不好今年 AI 又会有大变革、大变动，这些产品越出越快的时候，而我们能够已经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或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能够跟 AI 当好朋友，但是你也能够跟神当好朋友。那这边有 AI 给我们的4个小组分享题目第一个就是呢，你与神对话的难处，你觉得跟神聊天难在哪里呢？那这篇信息有给你什么样新的启发呢？这个 AI 它都很知道我们小组要聊什么。第二个呢，就是无可取代的人际关系，你可以分享一个经验，什么样的人际互动是 AI 绝对无法取代的呢？第三个就是原则的实践，在你的学习、你的工作当中，你打算如何落实诚实的原则？是就说是，或是真理的原则，或是一个忠心良善管家的原则，你要怎么样去落实？最后，你的时间亲近神 ，AI 帮你省下来时间，我觉得这题真的是写得太好了。AI 帮你省下来时间，你最想用这些时间来做什么？打电动，还是去买宝物？还是要去吃火锅、好吃宵夜，这些时间
可不可以用在更有意义的上面呢？跟人有真实的互动，让你可以活的是一个像有神形象的人呢？我们既然可以省去那么多时间，那这些时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自己越有上帝神的形象呢？最后 AI 还告诉我们要来宣告，我会帮他改一下，我们来宣告：我受造奇妙可畏。请大家说一次。再说一次，我受造奇妙可畏。对，你不要害怕 AI 取代你，因为呢，当你有神的形象，这一些呢，它都是要来转过来，好来服侍你。好，当你读了圣经，心中有真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是神的真理在掌管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管怎么变化，一切都在神说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神的话永不改变。当你抓住了神的话，神他就会继续的用他的灵在你的身上来运行。但是如果你抓到的是一个 AI， 你没有抓住了神的话，这个 AI 有一天也会被 BI、被 CI 被更多的 I 所取代掉，而你最后呢，什么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会变成虚空。盼望我们有这样子的智慧，也有这样神的感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愿意做好准备迎接 AI 的时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活着这个时代，经过了新冠病毒，经过了全球化，经过了许许多的变动，甚至我们看到世界不论是政治、经济、战争、文化，都在快速的变化当中的时代当中，神，你早已经知道人的未来要如何何去和何从。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神说：“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在这世界上要扮演管理者的角色，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神的形象要如何的活出来，也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怎么样在 AI 的世代当中，我们能够拿住，能够成为这个 AI 的管家，或是成为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主人，而不是让 AI 成为我们的主人。求主来帮助你，求主来帮助我。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Amen。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都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阿们。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将我好像信息给谦卑的人，依靠伤心的人，安慰被爱的人，报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将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依靠伤心的人，安慰被爱的人，报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在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兴起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狂，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兴起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狂，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们宣告：被掳要得释放，被囚要出监牢；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因耶稣的名，神迹要发生，绝对的要行走，将
看见，耶稣在这里，天空在这里，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因耶稣的名，神迹要发生，真的要行走，瞎眼的要看见，耶稣在这里，天空在这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要请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再次来思想，在你的里面有一口气是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就已经吹入那一口气。今天你有没有找到那住在你里面的神，他的生命气息在你的里面？你要用这个心灵，用这个气来敬拜神，不是用你眼睛、用你眼睛看见的、耳朵听见的来敬拜神，也不是用你身上外在之物来敬拜神。神所要的敬拜者，真实的敬拜者，是一个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的人。当你听见了神的话，并且把神的话跟你生命里面的气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神他就要对你来说话。当我们面对新的世代，当我们面对快速变迁的世界，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彷徨。好像约书亚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也告诉他同样的话：不要害怕，你要刚强，你要壮胆，你要勇往直前，因为神的话要住在你的里面，帮助你来面对前面那未知的世界。当你心中有神的话，当你心中有神的同在，神要带领你，帮助你走你人生的道路，开创新局，不断的勇往直前。即便你的人生有挫折，即便你的生活有失败，即便在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是一片黑暗，或是一片的迷茫，看不见前面的路，甚至你所背负的重担，所背负的压力，但是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AI 的话是转眼成空， AI 的话用在今天可以，但是在明天却不一定可以运用。今年 AI 的话可以相信，但是同样的话明年不一定会成就。但是神的话不一样，神的话说有就有，命令就定。神的话是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年轻人，各位孩子们，好不好？用你的心灵，用你的灵来向神祷告，让神带领你看见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让你知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目的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神的心意的。你不是为你自己个人而活，你也不是为别人而活，你是要为神而活。不管你明天的考试，不管你下礼拜的工作，不管你未来的婚姻或是你的家庭，你都要知道你是要为神而活，要活出神的形象。好不好？我要邀请你来做今天聚会最后的祷告，就是为你自己来祷告。祷告求主把他的灵吹进你的鼻孔里面，祷告求主把他的圣灵充满在你的里面。不管 AI， 不管世界怎么变化，但是
在你里面那位神对你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神在你身上的旨意，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是永远不改变的。当你越早知道，越年轻的时候知道这件事实的时候，你的人生越能够为神来成就大事。如果当你70岁、80岁才发现的时候，除非你像摩西可以活到120岁，否则你的人生能够成就神的命定的部分就非常的有限。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那么多的时间，结果都没有用在神的计划当中，何等的可惜。好吧，我邀请你来跟牧师这样祷告。当我祷告一句的时候，你跟我这样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今天晚上我要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晚上我要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生命气息，领受你的生命气息，领受你的圣灵真理，领受你的圣灵真理。我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我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用我的生命来回应你，用我的生命来回应你。我知道我在这世界上不是偶然的，我知道我在这世上不是偶然的，我不是多余的，我不是多余的，我不是被看轻的，我不是被看轻的，我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我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在我的里面有上帝的灵同在，在我的里面有上帝的灵同在，在我的生命中有上帝的话语同在，在我的生命中有上帝的话语同在。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活出天父的样式，活出天父的样式。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来回应你，就能够来回应你，追寻你，追寻你，并且能够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并且能够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要成为兴起发光的器皿，我是要成为兴起发光的器皿。求你使用我，求你使用我，带我进入人群中，带我进入人群中，使被掳的得释放，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被囚的出监牢，瘸腿的要行走，瘸腿的要行走，瞎眼的要看见，瞎眼的要看见。神的国要临到这地，神的国要临到这地，神的旨意要成就在这地，神的旨意要成就在这地。我愿意跟随耶稣，我愿意跟随耶稣，效法耶稣，效法耶稣。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孩子在你面前祷告，孩子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这时候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奉献，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请起立，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有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到这里，经由牧师能够来警惕我们，在这个方便的时代底下，我们失去了许多耐心来等待神你的话，也求主你来使你的话能够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让我们谨记了这个真理，能够去面对我们未来所遇到的每个困难，而不再去绕远路。现在我们将时间、金钱、才能奉献为主你的圣工所用，求主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在最后呢，常常来唱这一首，我们一起来拍手，我们来将赞美唱给我们的神。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泉与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软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生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要开口向你献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生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一生一世，一生一世脚步不离。台长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一起来领受天父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真理帮助与感动，与你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从 AI 的时代加上 BI， 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好，各位家人们平安。好平安，我是 YC 小组的陈汉。好，我们接下来消息报告。然后在报告之前呢，我们要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新朋友。有第一次来到周六礼拜的人在我们当中吗？对，我们都是熟面孔。对，就是很高兴看见大家。但是我们在一个连假之后，我们一起回到周六礼拜，然后跟你左右两边的人挥挥手，说很高兴看到你，很高兴看到你，对，很高兴看到大家。好，那就来第一个我们的报告。今天呢，我们要为我们的4月份的寿星来庆生，然后邀请在我们的在场的就是4月份的寿星，我们请你来到台前，我们一起来帮你庆祝。黄君毅，然后还有鲁成哥，伟谦，好，欢迎你们。好，来，我们来到台前。没有吗？还有人吗？没有念到的。好，然后我们就。为他们来祝福，要不要许愿？好，我们在心中来祷告许愿。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要为在4月份生日的弟兄和姐妹，特别在我们台前有3位的弟兄，为他们来献上感谢，为他们献上祝福。求你祝福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超过60位生日的弟兄和姐妹肢体，
让他们能够在生日的这个月份当中，他们不仅是享受到各样的优惠，他们还能够得到从天父来的恩惠。主啊，也求你祝福在他们的家庭，祝福在他们的身心灵，特别不论在他们的工作或是学业或是教会的服事上面，都能够有神的帮助，有神的真理住在他们的心中，也能够成为他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使他们的生命的道路能够越走越光明，能够得到天父的喜爱。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还有祝福，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谢谢你们，请坐。祝同学们生日快乐！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报告。好，那敬拜部第2个报告是4月15号星期三的8点到9点是我们的祷告会。那当周的主理是领泽长老，然后我们的地点会在7楼本堂7楼的礼拜堂，然后欢迎大家一起来在祷告会当中经历神。是事奉部的报告，4月19号的1点半到3点半，与新堂举行事工成长训练，然后会由世界展望会的方国军督导来主讲，然后他的讲题是防灾新力量，志工的使命与角色，然后欢迎大家可以扫 QR code 报名，然后 QR code 会在那个周报上面，或是周报封面，对，或是比如说可以查那个赖的官方账号里面都会有这个资讯，然后报名截止日到4月16号，然后请大家可以赶紧报名。好，再来是教界消息，基督教福音协进会在4月21号礼拜2的9点半到12点半，会在新堂这边举办2026年的一个主题叫做关键面对。然后这个讲题啊的详细资讯在影片提供，大家可以到那个视角去看看。然后预参加的弟兄姐妹呢，也是欢迎扫 QR code 报名。然后这个 QR code 的意思也是封面周报的封面这个 QR code， 就是你扫进去之后，就会有很多教会这几周或是这几个月有办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去洽询或是去了解看看。好，再来是肢体消息，台山区蒙福小组詹碧云姐妹的儿子媳妇，然后是庄辅华跟邱玉文夫妇，于4月4号礼拜6参加一名男婴。这个同学的小孩，哇，恭喜他们！然后也感谢主，愿主赐福给新生儿平安快乐的成长。好，一样是肢体消息，台5区幸福小组蔡怡玲跟廖佩瑜夫妇，对，也是在4月4号，他们同一天，然后诞生一对龙凤胎，感谢主，然后一样愿主赐福给他们。那台3区芥菜种小组的林介香姐妹。是南港干事的外婆，于4月8号蒙主恩召来新堂，享受98岁，愿主的灵安慰他们，还有安慰彼此的人。然后你看应该还有一个是本队消息，就是明天是香柏树音乐国际事工的分享，然后会有吴英俊宣教师来讲到启安跟报告，然后欢迎大家就是可以为这件事情来做关心、代祷跟奉献。然后如果有需要的，也可以在那个49号1楼会有宣教士的创作跟 CD， 欢迎大家用行动来去支持。然后好，那这里是小组时间，我们的学青会在舞台的左侧，然后社青 YT 小组会在吧台那边，然后欢迎大家去小组。好，谢谢大家。